观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我是阿明谷刘浩明，欢迎收看复起来的。讲到百姓谷，我哋讲拳击啦，吼，他个人如果想到讲佢係啲力量嘅運動，常常研究我覺得講做運動嘅人啊，吼，都肌肉發達，但是冇乜個腦筋。但是其實吼，百姓谷係一啲心智運用最厲害嘅運動，而唔單止係力量最大，其實一啲打拳嘅時節。伊也要腦筋，我想講按樣去攻擊。你今日的來賓佢特別，伊係百姓谷嘅選手出身，但是伊今日落嚟嘅節目，小姐嘅唔係百姓谷，係另外一個特別嘅運動哦。我哋馬上歡迎今日嘅來賓鍾寶明先生嚟現場。寶明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內埔嘅鍾寶明。寶明先生吼，你這個一開始係我哋講拳擊吼，百姓谷出身嘅一個運動嘅選手嘛吼。可是聽下陣按做人台地方，當初我選擇用做百姓谷做人嘅一種運動嘅一種生涯咯。哦，也都係按到講到我阿哥，如果阿哥以前都提前畢業，伊也都同我帶出來，我有兩個阿哥都打拳擊，嗰時候都必定。對些耳濡目染嚟，慢慢嚟帶，都開始安尼各種變業都去推動，提前嘅開始練咧，應該講，係咪完全做嘢沙包啊？咪？你冇按你磨合到，係都有啲團隊人練跳索嘅啊，基本動作安尼去教，忙教啊，到各種各種變業去各種去嗱開始練咧，去推動嘅太明中學，已經有拳擊隊開始去練咧。咁我想問一下你講，因為我哋講幾多嘅運動吼，一般大都有我哋講先天嘅體質啦，吼，比如講譬如我哋跳過嘅人都可能腳長樹長啦，吼，或者攞走步嘅人嘛，如果樣冇攞我哋壓重嘅舉重嘅嘢，可能都冇按過，可能都一個按頓，但是也會一個有力，鏡頭有力。像我哋講拳擊嘅話，百姓谷嘅話，有冇選手按樣嘅選手個可以做拳擊嘅運動啊？當然都吼，人家嘅身材都安尼過溜力嘅呀，過溜力，冇愛頓頓嘅過嘅，有時候唔都過識佢，輸過段人打到都走佢哋，按去打些人，要打唔到人，當然都身材過溜力嘅都過好。但是身材過溜力嘅話，而唔係講也要樹立嘅面積都過大下，都講過大體往本人打到下。唔係啊，過超過溜力都過細過連發，過連發啦，唔愛頓頓都過頓頓本人打，我哋講沙包啦，即變肉包嘅，變肉包嘅。嗰時間都因為停頓也為個去，都等於講一練習嘛，一練習啦。萬歲你看啦，萬歲看到以前練體力嘛，對，練體力。各種變業，各種嘅時間，咱開始練，咱開始正式練啦。幾時人人推地方可能太民國仲喺屏東咧？沒有推總哦，喺台中。嗰時你移民也要去台中，係各種變業都去台中讀書，按我嗰個提前變業都去台中。哦，嗰時其實嗰個係個天數照顧啦，嗬。錯。咁從幾時節，我哋講拳擊運動嘅話，其實嗰時國內應該練訓練的國中我都國少，學校國少吧？幾下萬國少，幾下都屏東以外都有彰化、宜林、員林一條，嗰台北一條有，都南北中南一條之間，嗰啲咧運動啊，嗰冇人去打有隻，互相啦，嗰冇人去練啦，係啊。那請問一下，幾時間能去做去百姓谷嗰時啦？哈，能嘅名義咧課程係樣訓練啊？哦，嗰早先就都放起來，都走步嘅，走步，走步練先練體力，練體力，練嚟當然都學基本動作開始，然後練係嚟學要打空拳，都人講，因為我寫到博士都認知的對打樣同樣嘅打樣嘅，打係嚟都只是實際要對打，要同人兩個實際在對練啊呢係。中途都講到 shadow boxing，如果講打空拳嘅部分啦，嗬，打空拳嘅部分，唔單止打嘅時間，腦筋地方係咪想到講，係咪有啲人哋講假想，有啲想象嘅，有啲聽人講嘢樣嘅空，對。嗰所以其實唔單止係啲打空拳，其實也學攝樣嘅意思嘅。如果唔去想象人打來，唔用個閃，人閃嘅去，唔用去攻擊人，都係意思係一樣啊。
考7家个。变成伊个平常旅游伊个想象讲啊，对答的时节可能会发生样个情形。对。那像咱嚟去好多台中开始去，遇到我哋咧前期去台中以后，唔知个比赛情形係样嘅。哦，家下因为我万世旅游接受过诶。哦，你28个，嗰家下去练咧300年都拿到全国的冠军咧，系乱咧，系。你咪同我哋嘅觀眾朋友紹介下講，咱前期都百姓股，伊很樣嘅去分也俾嗰種吸收，吸收係。家下我哋如話咧，對按照體最強嘅按照尾翼，尾翼。就是甲乙丙丁的尾翼，然後45公斤，45公斤大下。過來尾甲48公斤，啲蝦我都對尾翼可以是大哦，我咪細種嘅都對尾翼可以是大，過來尾甲，過來有青丁，有甲乙丙丁的丁青丁，哦，然後51，有3公斤3公斤，以此類推，青丁，青丙，青甲，哦，然後又中。哦，中哦，不是中哦，中間的中啊，哦，又中丁、中丙、中甲，然後再中，中，來再最後就是中，無限量級，亂的，如3公斤3公斤一條，不過真係有模樣誒，真係顯示第一量級、第二量級、第三量級，嗰單純亂的，嗰係啦，以前嘅人可以某個日量級、平量級嚇，真係都冇，真係有模，同我哋業餘有模樣，有乙量級、銀量級，那一分的嗰度啦。運動嘅真係同業餘有冇嘅一樣分法。從頭都講到，你這個係對我哋咧尾翼，最強嘅尾翼45公斤以下嘛，其實差唔多那各種營養素嘛，45公斤以下。嗰時伊係用伊啲體重來分量嘅分級嘅伊啲運動。那從我哋現場有按到嘅獎牌嘅，伊體育係哪個時間得到嘅呀？62年嘅時間都開始代表屏東，因為雖然喺台中讀書，唔過係呼吸班嘅屏東，係特別屏東拿嘅體運都真係叫嘛全民運咧，全國運咧前身啊，都係體運，一路拿到金牌啦、銅牌、銀牌，全部有拿過。過後來特別屏東人，特別屏東之光出嚟。過來都高三開始都有先多嘅世界青少年嘅世界比賽去日本，去橫濱嘅打世界比，一路體排做結束，一路高三嘅時間，又用嘅成績去拿去保送輔仁大學體育內安嘅。嗰種等於如果高三嘅時間，應該講人家高中生發地方都已經拿到嗰度軍隊嘅金牌嘅，都代表雖然你喺台中讀書，但是你要呼吸班嘅屏東嘛，都代表屏東人拿到嗰度嘅競技嘅金牌，還有銅牌啦，嗰度都拿到嗰度嘅獎牌。但如果可能高中嘅時候都代表國家去日本去參加青少年嘅競技比賽，幾擺嘅成績樣嘅呀？因為體排去比賽，還冇乜經驗，都冇合到，都冇體重都輸喺度。按你意思講，但是你這個其實喺高中以前嘛打過幾多擺呀？做乜講基本有冇經驗咯？國際賽同國內賽冇同樣係咪？國內嘅同國際嘅，國外賽國際嘅時間，全部每個國家最優秀嘅人士最強嘅人士，打方嘅都冇用，而且國內當然打唔如打一樣，許多國際賽時間可以冇用嘅。因為佢擺冇一樣很用嘅，係譬如講，譬如呢速度國家出數國家，然後出的力量國家，還是講伊哋嘅技術啦，冇得講種心態嘅嗰種調整，其實係同人本來其實國內訓練冇同樣。冇錯，主持人都伊哋速度力量也就反映埋嗰邊嘅速度嘛國家，別人個命唔多一樣。打唔到一樣，以3年以後一下都分入來，一下都嘅呀，都有差，有差吼。可是嗰時就等於國內其實應該講，我哋競技其實嘛係一幾年嘛，吼，一幾年慢慢的有衝刺，而且係對可能係對嗰種我哋講散打啦，吼，嗰度配的嗰種開始當中是有部門，因為長期來講，競技都本來唔係中華隊嘅一個強項啦，吼，可是。一般來講，伊哋訓練嘅資源冇按到，係。咁種但按你反正平常，比如你講睇美國種意思，你高中嘅時間訓練，好，除非這個訓練以外，國家有乜本資源本的？哦，而家個少，係都學校嘅28年，
赞助的经费出去比赛，迄个有公费本人是迄安尼的。训练时间，你家家你学校有专业教练，外有个特别路边的外国有在加强同埋训练。教练，错啦，这个吃皮用的教练，台面上迄个台面下海，伊个。我想讲，佢唔係講每一啲人啊，吼，有伊啲機會去睇嘅，我能講強嘅嘅台行啦，因為佢嘛唔係講普通嘅上戲嘅。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講，上戲以後，你這個係心，應該講，我哋睇啲上個講，唔會強大嘛？上戲以後會強大嘛？還是講上戲以後像樣樣去打？唔上戲會強大都唔敢去打喲，你冇強，你講也上伊啲競賽。公平咧，如武術比賽一樣誒，如講唔係個人錢哦，唔係講一下踢擊，一下體力都無法度負荷，因為伊3回合3分鐘嘛，因為慢慢的，如同走個400公尺一樣，每下都用嘅乜嘢100公尺力量都衝起來，唔到後邊都無力，都會俾人打，所以唔係分配好人體力。人家弄件人錢，冇講發拳打唔到人咯，人錢咯，安尼個嘅嗰種相對於講，其實我哋開放嚟講，我哋拳擊安尼打安尼過體力，其實對人嚟講，其實係一個過人錢嘅運動。佢同上打冇用，上打是發拳嘅學背負的哦，佢同嘅比賽時間打起完全冇用哦。因為這人嚟講，我咪喺 TV 講，因為這個係選手嘛，我哋都冇打過，因為我哋都強俾人搏嘅東西。嗰時我哋媽唔知講，都係上台以後，都係我把這個腳嘅過派條，我哋用氣勢樣嘢，還是講我用我哋嘅人錢去上嗰個我哋按樣出數，按樣去變。佢有氣勢也有，變成人家氣勢過好嘢，你同人壓下去啊，一路緊走啊，按走你慢慢的逼近啊，你係腳嘅腳下冇逼走出來，一試一個嘛，你慢慢的腳下你冇逼走，嗰時而唔係伊哋靠力，唔計單靠力嘅運動，其實要靠自己嘅腦筋嘅。觀眾朋友，談到今日我發現到個拳擊啦，其實唔單止係個力氣嘅運動，其實伊嘛可以傷腦筋哦。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來賓鍾寶明先生提供，我同人講也要拳擊的神法。我想透過可能講，這個因為拳擊的成績，如成上到舞台嘛，吼。嗰時候喺個舞台念體育嘅相關嘅課呢，係咪？體育呢體育呢吼，伊家書課過多啦，學課過少。不過驚係變咧高中嘅時間冇乜讀到書，未必去打拳擊，係會驚啊！體育人都冇出來參加比賽，都專心讀書。我讀啊，還好，都唔怕。個體育人都開始有出來比賽，繼續練拳擊安尼啦。咁後來唔知個畢業以後去做體育先生哈，還是講去傳承去做我哋咧拳擊嘅教練咯？畢業去哦，家下都變咧有18成績，縣政府安排去琉球嘅種推課哦，做推課先生，因為我哋副台唔像時台有分法，家下時間啊，我哋摸，你去琉球嘅種做推課先生。結果擺生物啦，嘅乜嘢公民啊，就幫佢搞咩搞體育擺係比學生嘅工人就唔樣負責，拖到半夜，讓佢個一點樣搞，嗰下都搞冇hết，一學期搞冇hết，都幾來變動，幾來變動，佢喺度幾來變動喺搞嘛咯？有人介紹去哦，去嘅講佢介紹啊，搞嘅起衝班呢哦，你慢慢嚟講哦，有安尼哦，佢等於變成，等於對小學嘅先生，佢變成一啲我哋講資源班啦，資源班嘅先生。咁後來點解咪做體育先生哈？要再過來喺見到，再過來都去支持，點解咩幫佢哋哦？求助嘅支持啊！去做嘅拳擊教練，去夜間部做職員，叫營養，你營養係嚟，去考嘅乜嘢台北體中，台北體育運動中協會，去嘅考你去上班誒1-2年，有人下來睇人，
做体育欣赏的，嗰時等於都老一看，小學嘛教過嘅，資源班嘛教過嘅，吼，然後又做短暫的一個，安尼講拳擊的欣賞，係。但是我記下講，更加要推廣一個新的運動，係乜嘅運動咯？係咪同我觀眾朋友紹介一下？很多法式棍球啊，法國式的棍球啦，哈。誒，棍球，係咪同我紹介講棍球係用嘅？係都拿球啊？你棍像我哋以前打米打字用嘅哈？係有，人哋主持人唔會猜，你種我哋以前打米打字用嘅。不過人將嘅要打米打字嘅發展一個規則的規劃規則，變成一個真實的運動嘅，係世界比亞的亞洲比馬嗰度有。也by 2024嘅奧運嘅法國，查實將入去變成真實的運動，結果冇入去，佢可惜。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譬如講，也要法國式的棍球，伊本身的規則係乜嘅？伊愛用乜嘅樣嘅一種球嘅啦，無論講伊愛用嘅一種比賽嗰種規則。哦，係，因為法式棍球亂嘅，伊路主要伊路拿的是條嘅目標球，接落去像我哋睇人都6公尺到10公尺嘅距離，人家球嘅接去，睇人嘅球也接去。佢問你個拳嘅目標球誒，個拳咧人都贏，贏咧人都輸，贏咧人都繼續接，即係都有比而個拳嘅有人幫人接亂嘅，伊嘅比法有一等人咧，一等人3粒球誒，有兩個人咧，伊用咩3粒球，都一片有6粒到12粒，有咩有3個人咧，3人組誒，有咩都變成一等人2粒球誒，伊用一片有6粒，係亂嘅，安尼比法，個體的目標球係乜嘢啫啦？你體的當然係我哋都用吊銅板，用圓角嘅，可能唔同那片咧，台灣用橡筋咧，用橡筋，佢咪養一隻，嗰時就變成講，而家啲人咧，點講？而家啲人權啊，嚇，都驚聽講最尾睇緊要唔可以超過係咪？都對睇人都對6公尺到10公尺，所以呢有冇個小有對4公尺嘅，佢仲有對5公尺嘅亂嘅。唔可以超過目標球，可以還是唔可以？如伊個投擲圈，以50公分的投擲圈，因為佢目標球都到6公尺嘅地方，6公尺，你接落去6公尺以內都可以，6公尺以內，如果說以外到10公尺以內都可以。咁後尾人停的球嘅，是講超過嘅目標球還是唔？都可以一拳啦，但是可以超過一些。唔怕係咯，唔怕，可能唔用。慢人贏過拳過好。咁參加你嘅話，唔定你訓練的過程裏邊都變成講。譬如講，像有啲要練打網球，平常都練摔球啊，平常去翻書嘅球誒。咁從唔係按你一種棍球來講嘅話，而最主要訓練咧贏人嘅步數停。我哋亂咧，對6公，因為比賽對6公尺嘛，你對6公尺開始練很多嘅波球誒。波球都錯嘅，有時候話你人拳咧，你波呢啲人拳嘅地步，盡頭啦，唔知粒牛一邊3粒球誒，牛一粒，牛在海邊拿回來嘅要在7公尺嘅，牛一邊要8公尺，波球誒，實在係波，安尼波球誒，如但係唔得波2粒嘅但係要最後先唔得波3粒，已經好難嘅，要安尼訓練。有很多波得嚟嘅，如果有時候人嘅球誒，十分球咧，冇可能會比人個球嗱，一當斷這樣，按我用嘅，用抹得嚟，可以打米打字用嚟打就，可以送走錯嘅啦。你按到呢啲波球誒，呢啲抹球誒，啲抹嘅最高嘅境界，會講，唔同人嘅球誒。抹走人家球點嘅佢，佢都多如果係輸哩啦，有冇加嘢球嘅抹走人家點嘅佢，人家一粒球嘅做2粒用，人是喺波個拳，結果人個拳即唔同人咧抹走嘅，人家球有點嘅佢，有唔追球嚟，有贏嘅，都一粒球做2粒用，即係最厲害嘅。嗰時我等於講，體育唔愛訓練一定人，愛有力量，至少接到6公尺以上嘛嚇，然後又要準。又要準，因為等於唔管是喺3粒嘅、2粒嘅，你至少攞波到嘅地方嘛，唔可以波到偏嘅地方嘛，因為還是有啲固定嘅係穩定性嚇，要力量要夠，至少
米要接落个地方去，吼，第三个落用一些脑筋，因为他讲你落占个地方，可能有某个方法，要把骗人占走，冇把这个人来占走。咁像安尼话，伊这个对床体的要求有某个要求？一般咧，伊都有石头的，因为石头那个稳定性个模样啊，咱讲咧个难土啊，迄人讲安尼风土的，有冇相比上浮土的？你球的嗰问题呐，滚的嗰问题呐，有石头就用接咧去，伊个问题先都完好。可是国际标准系石头的体内啊？错，有细石嘅，这石头太细了，如米的床体都冇用，可能也才怎样，嗰是唔适应的床体咩规格。咁你法有规定讲石头太细了冇咯？我，嘅床体嘅规定冇规定，石头太细了。必须用呀，今日嘅嘛铺油路有冇？一路石头铺回去，路去打，世界比哦。佢有摆嘅土耳其哦，嗰所以要求嘅唔係過平嘅天呐，要求要平係過平，唔係過優巴嘅天呐啦，我嗰種有石頭嘅天呐。安尼難土難過，一球一樣，佢咪用昂呢度，而咪用一樣咧球嘅跌得下，你度溜回去，嗰種唔係用安尼滾的，係用滾的嚟，當然唔經過路面一度，一變化一睇啊，按度石頭去會曲曲曲曲啊，係，嗰種而咩人度發過是滾球啦，而啲滾球按度嗰度像安尼滾的，像安尼個有一種平衡嘅運動員話嗰種平衡嘅，應該講發過是波球，因為應該係按嚟接受嘅。反義的問題係，這樣嚟反過來。應該講法是直球啦，因為滾球嘅體力我都。一主持人講咗，睇到人哋地直球。係啦，因為滾球嘅我哋會像保齡球一樣啊，按嚟滾過去，但是你講又唔係可以哋過平整嘅一個體內，一天有石頭嘅話，唔滾唔滾得嚟去，滾得啱啱咧，反過來都係法式滾球，體育叫做地直球，用體內用接的個球嘅。咁當初都會對於啲拳擊的選手教練變成來推廣安尼嘅一種，看看來個運氣呢啲運動咯。路邊咧人講嘅那個有量運氣啊，慢慢嚟打，如果你藝嗰向藝去睇人去有打網球。我打球去也綁到嘅綁到啊！如講要是拳擊唔可，一天唔可打嘛，以前做選手有啲年齡嘅限制嘛，我落唔可打嘛。我喺度打網球啊，打網球呢咩也綁到嘅綁到嘅，我看到呀，而且一係嘅只教育班嘅學生係要來嘅咧，教我哋看到，哎呀，佢好乜嘅年齡咧可以打，嗰後二人球嘅時節。嘅嗰種使用嘅時節，你也項目，你去看，可能去也唔會查，你開始你去參加咧就研習吧、講師吧、教練啊、裁判你去學個你開始去推廣呀，但唔知個馬來選手出身，對於啲法國式滾球嘅選手來講嘅話，你邊樣嘅選手呢可以適合嚟做法國式嘅滾球？滾球伊咩？嗰冷清，乜個東西嚟冷清？伊咩接球嘅？我個專注哦，唔一粒如愛接好來啊！迄一粒冇接好來吼，一下都俾人翻盤哦。你目標球有冇目標球？俾人送喺一邊本來唔得分咧，唔最後粒球冇注意，一直送喺一邊咧，人嘅分數嘅，唔本來唔一分咧，送喺邊人一分，來地都2分嘅咧，有時候。但唔知邊人用1分嘅呢？有時候分數按你來比都差錢人呢。嗰種嘢選手嘅問題先我講。錯。咁現家來講，全世界來講嘅話，哪個國家法式嘅滾球表現得較好啊？當然歐洲都法國啦，名副其實都法式滾球都法國最啊。亞洲都泰國。現家如果到嘅以前嘅法國嘅蘇體啊，伊嘅殖民地有冇？如有而家係有越南啦、菲律賓啦，個寮國、柬埔寨嘅就係緬甸。以前被法國灌過嘅，以前當初都要把運動帶入來，泰國嘅泰皇嘅皇太后親自從我嗌送去泰國去，看到伊嘅紀念館嘅有擺滾球，有推廣哦。泰國都從一家軍人去打。軍人啊，係軍人哋冇打仗嘅要教也係泰國嘅啊。佢傳統人講，其實安尼嘅滾球其實伊嘛唔是唔會講愛啲力量幾好啦，冇體格幾好嘅啲人啊嚇，嘛頭都有是哪講到講
幾多年級嘅人，比如講年輕人嘛，或老人家嘛講，咁對人家推廣來講嘅話，唔但係推廣嘅面向係哪年齡層係對，差唔多一度細。哦，真係咧，我哋要遇到國小，嘅國小嘅推廣啊，也有啊，國小也有，國中也有，高中也有，大學也有，將來都去大學，啊，我去社區，我都去退休人員嘅老人家，都有，也有。最細都差唔多國小跑2-3年成家都可以教嘅，伊也超過細啲，伊也重量對600到800正常嘅，啊細年齡可以再過45%，係啊，嗰路係有94萬嘅大嘅228運動公園也是夠用啊，因為有啊龍之屋啊有，因為有94，反正唔辦法行，哎呀有關係啲殘障嘅，因為肢體殘障腳唔方便咧，人家輪椅送去去投資圈，一紮年嚟去投資圈，唔來接有咩可以？所以呀，老人太細，啊個身體殘障，全部都有，慢慢可以運動。所以對我哋講，身體嘅要求冇咁多啦。係錯，係。嗰種觀眾朋友聽到健家法，你發現講嘢法式嘅滾球是在貴有貴特別的一個地方。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咪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來賓鍾寶明先生同我哋紹介法國式嘅滾球。我想問一下先生吼，像頭都有講我哋每一個運動吼，如果有一啲適合嘅一種線數，像我哋訓練也會法國式嘅滾球嘅時間啦吼，唔係訓練我哋線數用嘅體質係最重要嘅呀。哦，加強伊嘅準度啊，專注力啦。有啲細人嘅接球嘅路，我研究也看幾看有嘛。啊，有條路學過認真，要接球嘅，像我哋嘅補球嘅玩法哦，唔係去抹球嘅時間，你一天抹到幾點啊？你一天都係個專注能抹得到。啊，有條細人你同讀書一樣，有條人讀書輕下來，啊，有條人都輕下來，讀啲書都也命嘅命安尼呀，都一樣。我想問啊，補球嘅同抹球嘅姿勢有同樣冇？伊啊，體育師係一樣，不過。補球嘅時間，伊先落地，補球先落地，你咱滾嘅地方去，啊唔抹球嘅，你直接抹到幾粒球，你等於像擋球一樣嘅，幾點一個準，係點樣練？咁唔像頭我講我哋啲穩定圖啦，嚇，我哋嗰種準圖，平常用嚟訓練身嘅人咯，你邊人見見下，還是講有冇同樣嘅嗰種訓練嘅方法？有時候唔應該人講愛。通常聽我講啊，唔好像真是你講滾球你用滾的，我有啲果土，我哋要加啲塑膠桿咧，一邊咧慢慢嘅果土，慢慢嘅用嗰隻個嘅方式，多嘅目標球嘅，嗰接佢目標球按嗰個落地，啊你寫起嚟你滾喺度嘅，來訓練也一樣啦，冇乜嘅師傅啦，來練，按動作也就愛教，按也動作愛鬧。也俺拿起係安尼拿，安尼拿有冇？安尼拿，出去嘅，那會變成你看哪裏變咧？所以中指同無名指，球嘅係對啊出去嘅。之前俺哋唔記得嗰度安尼係要安尼咬，安尼，看泰國嘅全部外翻，反正攞過去，接出去你看啦，吃的，你吃的，嗰度先外翻呐，嗰時接出去嘅時候。輸入自然變成對，你會出來，你安尼原理。冇之前人咩唔知啊，慢慢嚟去看，跟我看人接，伊哋接啲按問題咁樣嘅按好，你去研究伊哋動作，安尼嘅。啊，將這個推廣到更加化，要度過嗰種鬼神奇嘅學生啊，嗱，我都有嗰種鬼神奇嘅嗰種經驗。哦，真假路邊咧，我哋學校有辦過一擺嘅體操運動會，我哋拍咧唔會差。我每擺讀到嘅上又來參加過去嘅，因為我哋嗰邊咧去票教參加，啊又讀到去，每擺都見講，你那叫來判斷咧，不過伊也判一個由學校接嘅委員會學校當佢判。咁仲有上到講，我哋去我哋老人會啊，冇到我哋嘅救國團去推廣我哋嘅，聽我哋社團推廣我哋嘅一種運動嘛。哦，真解都有，因為我企嘅英國大廈有冇？我哋嘅英國大廈嘅。都好，唔會使到熱頭，也唔會強熱毒，我都整黐嘅。本來即係槌球場嘅啦，
爱都冇用诶，俺都提用验政府嘅整治诶，如一太快有冇？嘅吹球场一块地方有2个吹球场，啊，总系人嘅滚球嘅话，你可以做到10面，啊，如果你整治嘅30面，你可以同一條退休人員一條可以打，啊，一到115你可以打，啊，24你可以學校嘅同學生嘅練，安尼啊，拜3你變咧休息安尼。啊，從人家來講啊，把國內嘅比賽啦，吼，國際比賽太有樣嘅分級吧？譬如講啊，一般咧國中、國小成人有安尼分級冇？有係有國小校園杯啊，學生嘅校園杯啊。啊，沙飛組嘅有沙飛組嘅啊，啊有長青嘅啊，啊體準比有體準比嘅啊，一天都有分。嗰就等於講以後嘅比賽嘅，我哋講分級已經分得幾清楚啦，吼，等於講你這個老嫩太細，唔單止可以參加，嘛可以去參加比賽。對，我哋而家現場有2個球嘅吼，你咪同我哋小姐講，誒2個伊啲開落個級，伊啲開落嗰度射，伊係冇球樣嘅球嘅咩？係，佢劍嘅都。攞杯打咧，攞杯打咧，啊也有彩色的，木度地杯打，木度地杯打咧，咁佢撞嘅鐵板撞翻。即係從嗰時陣嚟講嘅話，因為有沙嗰個其實而大部分用波的，冇得用擋的嘛，或者沒用滾的，但是你都變成木度地杯嘅時節。唔過咁可以用滾的嚟，冇唔好嘛？用啊可以啊，可以滾。啊問題人家啲頭去摘好咯呀，太太啲要過頭呀，太細啲要唔撈啊，你咩用啊？咁這個人家好，你好講對以前咧，我哋講拳擊的選手，喺度慢慢地接觸到我哋咧法國式的滾球以後，都更加唔希望講對法國式的滾球有推廣嚟講嘅話，你這個有乜嘅想法？安尼東西都安樣呀，對國小開始練。練啊，有啲學校在接，國中練冇，國小練咧，國中冇人接，要弄佢哋冇在幾時間練。國中練咧有冇？有啲國中接，接佢哋過來體準接，一連貫有冇？都當然，從以前我哋拳擊杯做兵嘅出沙飛嘅做兵也就有專門去開講嘅，因為有啊，如果伊啲連貫性，咱有法度講。做到幾強安尼啦，就變成講也要運動，也要完整性啦，一條嘅運動嘅生涯，嘛可以啲固定嘅規劃。咁更加嘅上網你講，更加係啲滾球喺台灣嚟話，而也要比賽算係正規比賽嚇，我哋高要鋪有規定，也要比賽成，有認定也要比賽成績冇。有啲播送也就有，不是播送嘅可以用嚟比滾球比賽成績播送，係推薦也就係有係。而邊有個重要啦，因為幾多運動項目，有出路啊，那有出路。雖然人話學，錯，是有時講你看好了個現實，但是冇辦法，因為一天啊呢事情。咁像我哋滾球嚟講嘅話，其實而家台灣嚟講，有一度學過冇得有哪地方係我哋講國內最強嘅呀？真假。如對台北開始，如南港用南港，永春，太好如文化大部分嘅以前嘅台北體專家如同嘅台北市嘅師範學院合邊嘅台北大學，也如北部嘅，仲比如以前嘅體專台地啊，點解咩台地大，如台中嘅。台中過來南部也如點乜嘅呀？或者國語都接嘅委員會學校，體準比如去判，也如國語也如體準部分啦。因為有啲國小國中嘅也幾多，像科寮啦，如我南部嘅科寮鳳山啦，鳳山也就因為佢體準嘅係過低，邊咧有啲國小嘅係過慢。按法度全部驗出來啦，嗰時我變成講我哋而家國至少國內啦，把體準嘅部分有嘢就學教。咁你這個本身以前咪喺我哋屏東自講嚇，而家我哋推廣也要滾球運動。因為屏東人，無論我哋南部嚇嚟講嘅話，滾球一部分嘅發展有乜個進步啊？無論講因為講政府單位一樣去聽數一件事情。路邊咧VND 啦 ，VND 唔都係導判比賽啊！你雖然咧，以練下球誒，有比賽時節，然後有計劃以安尼，每擺認真練咧有達到有成績，如果有興趣啊，路邊咧 VND，
啊，美人鱼的禁片安奈落，你县政府也着爱有安尼补助也着啊。像安旧安尼已经公布的，今年有个全民运啊，因为安尼体育路一年路个全国运路亚奥运项目诶，啊全民运路非亚奥运项目不要休闲呢，因年全国运、因年全民运，冠军还没有代表啊，没有拿过成绩安尼。一方面是讲，真正大攀岩的比赛吼，本身人呢，无论係啲选手有一啲经验，同他个嘢有啲舞台欣赏嘅经验。天然都讲有安尼嘅舞台，他个人有第一嘛个运动啊。係啊，因為上幾度嘅運動，比如法國式棍球咧，嗰種可能基本連談都冇談過。係啊，對台灣差唔多10年安尼嘅，能10年。每種籃球、排球也就棒球也就他個人有第係啊，嗰所以變成個有運動。虽然讲来台湾的世界改少，但是可能嗰適合東方人，因為東方人呢經驗發達先路比唔上西方人嘛。但是體現的限制，可能一種東西對東方人來講，伊可能都體現上面，無論係穩定性上面，吼，你譬如講，你講沙灘嘅，我哋玩些時沙灘全部喺美國啦、歐洲啊，但是而家沙灘咧全部韓國啊、台灣啊，好多東方人叫做穩定性高嘅經驗，而家經驗都沙灘嘅都全部變成東方人擅長嘅一啲項目啊。但係可能那一年嘅棍球嘅可能變成我哋台灣一啲強項哦。冇聽啊，因為樣呀，我哋冇多年呢，我哋已經有亞洲盃拿過冠軍嘅呢。因為青少年、青少年呢有冇？他可以練的時間一樣啊，有冇？一路對完社開始練的時間，因為青少年有啲年齡限制啊，可能18歲以下，超過都唔可以啊。所以青少年呢有拿過，沒啦，叫做個人射擊嘅有拿過嘅團體嘅個有第3名，上擺我去了解呢，沒拿過第3名啊。所以唔可以，我哋雖然推廣冇歸球。結果我哋成績算唔可以差，係啊，嗰種唔係講，伊乜個事情如果同人家用體力啊，用嗰種體型，伊比我哋現前項目可能都唔足，但是我哋可以用我哋嘅穩定性、我哋嘅力量，無論我哋嘅智力，像頭先一開始講嘅，boxing 股係一個用智力嘅一個運動，沒有蠻力啦，棍球嘛係一樣啦，馬運動都一樣。嗰種觀眾朋友看到更加，我發現到講，其實法國式的棍球吼，真係一個柔軟體式，就可以去做運動。觀眾朋友看下今日節目，可以問看啦，唔知喺沙溪附近有乜嘢睇教法國式的棍球，其實可以去練習一下哦。今日我哋嘅感謝就報名先生嚟到現場同你講按到法國式的棍球嘅事情。多謝主持人，多謝各位觀眾，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先生嚟運動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先生我教大家係拉丁有氧，能準備好嘅嗎？準備同先生來熱情一下哦，想放起來同先生來運動嘅哦。來，蹲下來慢步，來暖身哦。談論先生蹲下走，踏並步，加上我肩膀哦，低後背撈。一扎，放鬆嘅身體哦，快快哈哈。
来减條運動哦。上上下下，準備開始，上下。前面後背，囊铺嘎升也位哦，左右摆动你的臀部。看去前面行，腰背，臀部老痒看呢，我卡起你是咯，弯片来细看，2、3、4，再擺落，彎片，來做運動啊，幾動作嘅哦，菱形步，前面搞茶。再慢一些，1提前面交叉，後背，前面很鬆落喲，速度加快，加重的跟條，輕輕的搖動哦。可以嗎？囊鋪菱形步哦，準備開始菱形步，都要撇，要加動作嘅哦。再擺來前面來。V 字，好看清楚了嗎 ？V 字，前面，腰背，好，結束，上面，前面，交叉，加鬆落喲 ，V 字步。鬆哦，學會嗎？加動作嘅哦，1、2、3、4、5、6、7，慢慢的，兩位肚子也會在仰前呢，只看得清咯。很鬆落喲，佢，他，慢慢動作，佢，肚子交叉，我定一條呢，慢慢嚟撈人看呢，瞄下來，再低。學會嗎？呢啲嘅動作都也嘅動作咯。準備菱形步 ，V 字步，
通了哟，慢慢的停拍，多练习几摆就会的哈。V字步。头胸中耸 V 字，好，旁边慢步哦，慢步，恰恰恰，慢步，恰恰恰，前面嘎松树，慢步，恰恰恰恰恰的时候。嘎上来摇肩，恰恰恰，夹起来，平上来，可以哈。啊，T 的動作都更加動作哦。菱形步開始咯，好，菱形步還記得冇？嗰度觀眾朋友做乜個動作？好，來看下上半身，好啦，啲呀動作，放鬆哦，好，一放鬆，我一放鬆哦，我一夾。夾上去哦，菱形步，好，外嘛，放鬆，起起，跳起，再擺來哦，菱形步來，夾上 V 字哦。好 V 字步，慢步，都要撇，平上來嗎？整體啊，菱形步開始。V 字。慢步，起起，跳起，重跳，V 字。慢步，夾鬆，哦，我身體慢慢的放鬆，水蛇腰，放鬆我身體，從打狗樣嘞，重跳都要偏哦，整體。很鬆了喲 ，V 字，慢步，水蛇，都要偏，記得了嗎？停動拍，慢慢的停，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哦。好，起起。跳起，慢慢的緩和。流汗的麼？流汗的哈，你要記得跟先生來做運動哦，好好運動，安能下擺，能來了。